海同心唱上灣區，粵港澳台僑青年戲曲之夜，現在開始。同心一家親，唱上灣區共圓夢。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欣賞四海同心唱上灣區粵港澳台僑青年戲曲之夜。我係廣東廣播電視台大灣區衛視嘅主持人周麗珊。本次活動由中山海外聯誼會主辦，廣東香山粵劇團有限公司、中山市香山粵劇研究院承辦，中山市台灣事務局、中共中山市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山市文化廣電旅遊局、中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以及中山廣播電視台共同協辦。中國戲曲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瑰寶，擁有悠久嘅歷史同豐富嘅文化內涵，承載住中華民族嘅靈魂同智慧。喺不斷發展嘅今日，保護傳承戲曲藝術，促進戲曲文化交流合作，係我哋喺新時期共同嘅責任同使命。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中山市文化興盛嘅新形象，促進兩岸四地嘅文化交流合作。今次主辦單位特地邀請廣東、香港、澳門、台灣以及僑界嘅青年戲曲藝術家齊聚中山，為大家上演粵劇、京劇、昆曲、歌仔戲等精彩嘅節目，同台交流合作，共展戲曲風華。首先請欣賞開場式，由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粵劇學院嘅優秀學員們為大家帶嚟嘅《南國紅豆展芳華》。
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剛才上演嘅精彩開場式，綜合展示咗粵劇表演嘅基本元素，亦都展示出戲曲演員喺學藝過程當中勤學苦練嘅精神風貌。被譽為中國百戲之母嘅昆曲，擁有600多年嘅歷史，係我國現存最古老嘅劇種之一。其中以明代著名劇作家湯顯祖所創作嘅《牡丹亭》，被譽為昆曲嘅不朽之作，數百年嚟歷演不衰。接住落嚟，我哋請出嚟自澳門嘅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戲劇協會會長李偉恩，以及優秀青年昆曲演員陶一春，為我哋帶嚟經典嘅昆曲片段《牡丹亭之遊園》。
文明生活方式篇，文明用餐好风气，公筷公勺要牢记，垃圾分类从今起，城市农村更美丽，安全驾驶莫大意，有序出行更得体，绿色消费应普及，低碳环保广受益，移风易俗改陋习，优秀传统记心底，娱乐健身两相宜，公共设施要爱惜，心理健康需重視，美好生活伴隨你。蟲草知情深，歸禮更有心。中秋團圓夜，好禮送貴人。良恩堂野生有機蟲草，產自西藏麻曲，取自自然，天然本色。4687米嘅草本之路，獨特嘅土壤、溫差、日照同空氣濕度，醞釀出一條色正、體滿、高營養嘅蟲草。蟲草富有多種營養成分，及人體所需微量元素，係送俾父母最好嘅禮物，替不善言辭嘅你為愛發聲。月入青耳，共賞良夜，月滿酒滿，良恩堂蟲草為你把愛滿上，讓溫暖滿懷。月滿中秋，好禮相送，把愛寄予良恩堂。食蟲草，身體好，蟲草仲係良恩堂嘅好。文明駕駛利人利己，凡車禍必有因。安全帶要繫緊，莫疲勞，勿分心。騎摩電戴頭盔，拒酒駕守法規。斑馬線讓行人，好風尚應踐行。南粵風采36選7電腦福利彩票第2023-239期開出號碼係03、04、09、22、31、36，特別號碼25。雙色球方面，第2023-103期開出號碼係紅色球號碼05、06、13、24、25、29，藍色球號碼15。3D 電腦福利彩票第2023-239期開出號碼係7、3、1。雙色球每周2、4日開獎，2元可中1000萬元。福彩快樂8，玩法多樣，反獎率高，天天開獎，最高獎金500萬元。刮刮樂即開票，票種多樣，即刮即開，即中即獎。中國福利彩票，中國人嘅慈善事業。中山市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小小香山，因為走出偉人孫中山而更名為中山。翠亨村因此名揚四海。小小翠亨村走出嘅孫中山，係中山嘅孫中山，係中國嘅孫中山，係世界嘅孫中山，更係我們嘅孫中山。接住落嚟，我哋請出中山市僑界代表香山僧樂團團長張妙山，帶領樂團嘅成員為我哋帶嚟樂曲演奏《我們的孫中山》。
劇係中國5大戲曲劇種之一，被譽為中國嘅國粹。《盜仙草》係傳統神話戲《白蛇傳》中嘅一節，講述咗白素貞為救許仙，不惜冒險前往仙山盜取靈芝。劇中大量嘅身段展示同埋武打場面，充分展現咗戲曲演員唱念導打嘅精湛技藝。接住落嚟，我哋請出嚟自台北傳統戲劇團優秀青年演員陳玉白、陳冠成、賴燕晴、徐田宇，為我哋帶嚟京劇表演《盜仙草》。
園百花開，紅豆生南國。粵劇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海內外華人華僑粵語地區共同嘅文化橋梁，有住數百年嘅歷史沉澱，同京劇、昆曲一樣，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數百年嚟，有無數嘅經典歷演不衰。其中以小武行當應功嘅粵劇折子戲《風雪山神廟》，除咗保留咗粵劇南派嘅精髓，亦都融合咗京劇嘅藝術元素，唱做並重，充滿動感。接住落嚟，我哋請出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粵劇學院副院長洪林富領銜，帶領一眾粵劇學院嘅優秀學員，為我哋帶嚟呢一部精彩嘅折子戲《風雪山神廟》。雲風煙鎖路少少，悲聲狂叫，叫不應孤為叔父，為此慘春愁借酒消，我愁喜事就
了，無限愁勞，無限恨，只怕走入肝腸，火更燒。哇！唉，林馬衝，嘆內何，永絕滿腔愁緒，揮不那盡，訣別遙遙萬里，嬌妻情深一片。相別離，家國將眼看苦照，忍聽顏哀鳴，試問愁愁，又怎可？又怎可不那報？奇怪啦，何以冰天雪地、更難夜靜、草場失火，竟無犬吠人聲呢？夜把，莫非有蹺蹊在內？不若代謀，匿藏廟中，靜觀其變啊！看大火熊熊，猶如赤壁。林沖，你死在九泉，憂國嘅陸謙心狠手辣啊！兄弟們，就等火滅之後，執幾塊林沖嘅屍骨帶回去，也好在太尉面前請上正事。林沖今日成朝嘆，虞后廟雞燒草棚你哋在此把守火場，我入表度歇息。你係林沖，呸！就係你屢屢害不死嘅林沖，你先嚟隻手，草料場被燒，你該當何罪啊？陸謙，與你有何仇恨，卻要屢屢害我一死？如今你又追蹤至此，難道你還要換命嗎？你死到臨頭還敢強話！
那勝利之日光燒我心頭之上。要命啊！大丈夫被逼無可奈，替天行道上梁山粵劇《紫釵記》係著名粵劇編劇家唐滌生喺1956年根據明代劇作家湯顯祖同名作改編而成。當時由仙鳳鳴劇團首演，大獲好評，至今歷演不衰，成為經典。其中一段《劍俠釵圓》更被奉為金曲之作。接住落嚟，我哋請出嚟自香港千鳳陽粵劇團嘅文武生黃志良，以及中山市香山粵劇研究院副院長黃家裕，為我哋帶嚟呢一段精彩嘅粵劇折子戲《劍俠釵圓》。小玉妻，請你飲過呢一杯，就算是十羅向你賠還不是啊！君如，切為女子薄命如仙，君是丈夫，負心若痴，笑顏自此飲恨而終。
小玉妻，小玉妻。此次仙音飄上，南京夜台路高。秋宮天台香音是紅，聽風吹隨竹，分燈照映人臉昂。午夜笑東風，是誰個負妃謀睡？是十郎負你啊！生不如死，何用你君關願天知你十郎，又是愛妻多病痛。劍俠釵緣，有生一日都望一日啊！冰頭裂，曾亦有根基重，權勢盡看輕，只知愛情重。與你做個夫妻成兩紅。墳墓裏可重失相思痛，爭哭聲喊聲將伏，小玉叫回俗世中。我雖生何所用？你縱愛了丹山鳳，漫漫樂笑長廊，執下你紅提綠鸞，又愛舊，愛新歡別樣萬望。祝君再結烈雲罩月更迷夢，是誰覺是風聲播送？瑤台未有期逢。星葉鳳與太尉府都只是一介之鴿子，你不歸來呀！淚窮力竭然月落，望歸鴉群身有玉龍。一朝似箭苗怎生飛動？誰信你？想你見我必賣頭上紫釵，知我今非昔比。
小玉因心重。錯在我吹台賦詩，又不想望京林之句啊！佢便這是中意，謠言惑中任心的我聲濃，欲言猜又再相逢。誓死不向顯貴負從，恨妻佢分判明送。十郎，你可曾真個為我恨妻佢分不無權貴？正是。若是盡情意差還我。自差。現實春風，朝雖不出眾，我再將紫釵夢節舞消亡。玉潔碧青那去又裂縫，今宵壓計又紫釵容。
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只要有恒心，相互提醒，从小事做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办公室节能达人。蟲草知情深，歸禮更有心。中秋團圓夜，好禮送貴人。良恩堂野生有機蟲草，產自西藏那曲，取自自然，天然本色。4687米嘅草本之路，獨特嘅土壤、溫差、日照同空氣濕度，醞釀出一條色正、體滿、高營養嘅蟲草。蟲草富有多種營養成分，及人體所需微量元素，係送俾父母最好嘅禮物，替不善言辭嘅你為愛發聲。月入青耳，共賞良夜，月滿酒滿，良恩堂蟲草為你把愛滿上，讓溫暖滿懷。月滿中秋，好禮相送，把愛寄予良恩堂。食蟲草，身體好，蟲草仲係良恩堂嘅好。登革热是一种急性虫媒传染病，临床表现为突发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骨关节剧烈疼痛等。埃及异蚊和白纹异蚊是传播登革热病毒的主要媒介，防蚊灭蚊是预防本病的根本措施。我们要改善卫生环境，清理积水，消灭异蚊滋生地，注意个人卫生，多洗手，多开窗通风，提高易感染人群抵抗力，注意饮食均衡营养。当自己出现登革热症状时，及时检查就诊，预防登革热从我做起。南粵風采36選7電腦福利彩票第2023-239期開出號碼係03、04、09、22、31、36，特別號碼25。雙色球方面，第2023-103期開出號碼係紅色球號碼05、06、13、24、25、29，藍色球號碼15。3D 電腦福利彩票第2023-239期開出號碼係7、3、1。雙色球每周2、4日開獎，2元可中1000萬元。福彩快樂8，玩法多樣，反獎率高，天天開獎，最高獎金500萬元。刮刮樂即開票，票種多樣，即刮即開，即中即獎。中國福利彩票，中國人嘅慈善事業。中山市福利彩票發行中心。中國戲曲藝術繁花似錦，姹紫嫣紅。不同嘅地方戲曲劇種各具特色，都代表住不同地區嘅歷史文化同人民精神。歌仔戲係閩南語系嘅傳統地方劇種之一，流行於福建省漳州、泉州、廈門以及中國台灣等地。被評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兩岸群眾共同喜愛嘅戲曲藝術。接住落嚟，我哋請出台灣著名嘅歌仔戲演員、台北傳統戲劇團團長蔡如珍老師，以及優秀青年演員張寶森、許群利、徐湘涵等人，為我哋帶嚟歌仔戲表演《丹青琵琶記》。
公主，请随我来。10年寒窗苦读，期望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今年是大考之年，暂时告别了家中孤独，来到舅父宴客。大访问期间，顺道拜访在地为官的冤亲。行一片兄呀，杭州真是风景美丽呐，英明如水，马如流。
明显铁色一碗，咱出一间清幽的客栈，通好休困啊。公主啊，面头前敢若有人咱落物件呢？哦，你看，呀，好一把岁寒三幽多啊！你将心何必留？红梅重送花醉蝶，岁寒归红雪天，我孤天烈压天星。哦，陆宽林是白虎勇。贵重苗毛情，世间意，寒
呀，好一卡肩卡玲珑的小园，红柳花中，翠柳丛中，有一位怀抱琵琶回路郎，真是俏佳人呐！
批评音调清雅，小声的笑声应可不详，扰乱了清音，有所模范了。公嘴小声，犹如天籁，巧唤绝笑。其实我比白灵机呢。姑娘过谦了，谢谢。咱来回吧。好，咱回去吧。小姐，咱来等。好一位在貌相传的俏佳人呐！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廣東粵劇院院長、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文華表演獎得主曾小敏，帶領一眾優秀青年演員，包括梁曉瑩、朱曉琪、吳碧君、馬有文、譚敏儀、譚清儀、黃文義、曾其山，為我哋帶嚟呢一段精彩嘅粵曲演唱《荔枝頌》。心愛是張花。
遞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數百年嚟，無數戲曲人喺呢一方舞台上揮灑熱血、奮鬥逐夢，鑄就咗一個個生動嘅人物，成就咗一部部經典之作，亦都構築起我哋璀璨奪目嘅中華戲曲寶庫，歷久不衰，代代傳頌。一曲月齡心曲，唱出咗梨園人嘅心聲。接住落嚟，我哋請出中國戲劇梅花獎2度梅得主、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歐海明，為我哋演唱《月齡心曲》。置身這舞台上，一身風塵氣壯，彷彿前生英雄，今世傳奇模樣，生笑共賞似夢鄉，依稀當年少兒郎，演出悲歡離合，人間世事滄桑。神往明月清風裏紅船飄蕩，情難捨身在梨園中，雲山珠水珠我魂，嶺南一宿傾心盡，情長今宵與君蕩氣迴腸。生笑共賞似夢鄉，依稀當年少兒郎，演出悲歡離合，人間世事滄桑。神往明月清風裏紅船飄蕩，情難捨身在梨園中，雲山珠水珠我魂，嶺南一宿傾心盡，情長今宵與君蕩氣迴腸。當
初心不改，築夢梨園。讓我哋共同努力，將中華優秀傳統戲曲文化發揚光大。各位觀眾朋友，四海同心唱上灣區粵港澳台僑青年戲曲之夜到此圓滿結束，非常之精彩，再次多謝大家，再會。